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代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奈我眼，生水同一潭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谁伴斜头过尽烟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纶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代付的长远。以下内容为美食节目，所有商品均采购至乐事商城。乐事商城，让你窒息。下一次，别再让我们相遇了，别让他受宿命之苦，可以吗？除了这个办法，我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你了。谁叫当年我答应你了。住手！兔子，你不要婆婆妈妈，直截了当，删了他记忆，把人带走就好了。逆天改命是会折损功德的，况且如果真的有效，他们怎么还会遇见？够了！师兄，我自然有我打算，让开！师弟，我不能看你一错再错。师傅，苗离，我早觉得你有问题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师叔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师叔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要对他做什么？我不许你们伤害他。没有怎么了，我只是想帮你们。帮我们？皓月，别再说了。你要是真的这么在意他，你就应该离他远一点。你们两人相爱，就会招来厄运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怎么样？考虑一下，忘了他吧。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消除你的记忆。消除记忆？苗里的记忆就是你消除的？还有当初那个在福利院的人，也是你？皓月师叔，师傅，
你们凭什么这么做？就凭你们注定悲剧的人生，我帮了你们，应该感谢我。不管是不是悲剧，不管结果到底会怎么样，那也是我们的人生呀。随意篡改别人的人生，那就叫帮忙吗？你们这些神仙真是奇怪，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凡人短短数十年的生命命如蝼蚁，看不顺眼就可以随便抹杀？命中注定就得全盘接受吗？是不是得按照你们说的话？凭什么呀？总之，你记住了，你选择什么样的命运，就要承担什么样的结果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自己的命运我自己掌握，你们谁也不许插手，我不会再躲。你醒了。我怎么会在这？之前的事儿，你没印象了？之前的事？哦，你不是刷横幅了吗？哦，已经刷完了。刷完了。嗯，可能是你太累了吧？我来找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在这儿睡着了。怎么搞的啊？没关系的。那个，你肯定是太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的事真的不好意思，这一次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上次是故意的啊？好，欠你一次。小桃，哎，别再生为师的气了，好不好？你早就知道师姨的事情，还一直瞒着我。你这个师傅是个坏师傅，皓月师叔更坏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小桃，不是不想告诉你，当年的事已经不能再改变，不告诉你是怕你守不住秘密。至于皓月，你放心，我会看好他的。我看小姐这一次是彻底的被激怒了，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都赖师叔。你的气消了吗？没事儿，也不是生你的气。苗大神呢？他醒了，你们都说什么了呀？他不记得之前的事儿了，我先让他回寝室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放心，师傅说了，他会看住皓月的，绝对不会让他再搞鬼了。无论是谁搞的鬼，我都不怕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人能够左右得了我。凭什么说悲剧就悲剧啊？我偏偏不信。我也不信，这两个世界根本就不相关嘛。小唐，你是永远支持我的，对吗？对，永远都支持。本姑娘以后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管得着吗？哎，直播呢？直播喝酒啊？大家好，我是朱良辰。
碧溪学院击剑社社长就是鄙人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剑客。啊，不是贱人啊，是剑客。哎，干嘛？给点面子吧，我是陪你们主播来喝酒的。哎呀，喝酒的。我不用你陪我喝酒，我要敬你。怎么了？不就失个恋吗？这么受不了打击啊？你看看你学长我，上学3年，失恋3年，宠辱不惊，笑看人生。人呐，有时候就要学会怎么接受现实。你看看你，处分也受了，检讨也写了，结果呢？我看呐，人家汪澜和苗里其实挺合适的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你别跟我急呀！我说什么，人家也不会听我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哎，年轻人呐，多点历练吧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呢？有人心情不好，劝劝他呗。人家失恋都是为爱痴狂，你失恋怎么就成了为爱狂痴了呢？你别管我，胖死我得了。他要不喜欢我，我要那么帅干嘛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明明背锅的是我，守约不来的是他，他关注点就不能放在我身上吗？哎，反正该试的办法我都试了。这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你就当你背的是绿锅吧。啊，难道我就是那传说中的职业备胎万年男二？我堂堂白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定啊？这太不科学了。命运这种事儿啊，谁也说不准。不行，我不服输。明知花有主，我也要给他松松土。那松土。好，我们上课了啊。今天我们随堂测验。汪澜去哪里了？该说点什么呢？要不要把之前的事都跟他说清楚啊？怎么开口啊？坐过来又不说话，搞什么？算了算了，还是别说了，万一又吓到他。对，不要破坏节奏。咋？我也来看看书。你干嘛不去上课啊？嗨，女魔头的公共英语，反正逃了不止1次了。碧溪学院什么人的课都可以翘，就是女魔头课不能翘，你不知道吗？是吗？我刚好骗你啊。哦，反正逃都逃了，现在再回去，挺尴尬的。随便。对，图书馆。你不是说死皮赖脸放4手吗？赶紧过来，快点！千算万算，漏算你这个狐狸精啊！啊！人家是一起学习学得好好的，你老想在中间插播白龙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跟汪澜是同学，我跟白龙也是朋友啊，我又没跟白龙乱说什么，报个位置不行啊？口口声声说找小姐报恩，却一直想搅坏小姐美事，你这不是在报恩，是搅屎棍！我就是在报恩，早就跟你说过了。你少来这套！我告诉你啊，汪澜好不容易想明白，这是关键时刻。想明白？汪澜想明白什么？想明白什么都跟你没关系。总之，
事到如今，我们摊开来说，今后你别再多管闲事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如果你执意要掺和进来的话，就别怪我们是敌人。OK， 桃姑奶奶，你说了算，行不行？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们继续啊。啊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来是看杂志的吗？没有啊，当然是来看你呀。我也是来查资料的。那你资料查完了吗？还没有。不着急，慢慢查。你忙你的。我查完了。你完事儿了，正好我也查完了。等等我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食堂。没吃早饭吧？我也没吃，一起吧。我是去买水果，不是吃早饭的。你都不吃早饭的吗？哇，好养生啊！我没有吃早饭的习惯。我告诉你，极限大赛快要开始了，你的训练量会越来越大的。如果你不注重身体的话，你还想跟谁比赛呢？知道了。汪兰，干嘛？我正好找你有点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就动漫社找你有点事儿，然后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没空。昨天才替你两肋插刀，今天让你帮个忙都不帮。你们慢聊啊，我先走了。学长再见啊，学长。慢走不送。怕了你了，说把什么忙？其实没什么大事儿，我跟你说，真没什么大事儿。欢迎来到巨星白龙的世界。哎呀，辣眼睛！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多少粉丝想看都看不到。说重点，找我来干嘛？就是这个动漫社吧，过来找我拍一个宣传片。可是我这边呢，缺一个人负责照顾我，关怀我，呵护我。说人话。就是做我的小助理。主要工作呢是做粉丝团团长，没事的时候呢帮我拍拍照、拍拍短视频，然后就是帮我管理我的微博号，还有公推号，然后就是做点图喽。我也是先走啦。哎呦喂，这个真是共患难才能检验真感情啊！这平白无故被的处分哟。果然不能欠人人情。说吧，你要我做什么呀？那就让我们愉快的开始工作吧。拜。你来这干什么？他是我叫来帮我忙的。你还真有闲心，王兰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早上没去上课，女魔头已经发飙了，正到处找你呢。啊！老师，您找我？哟，是我们汪兰同学啊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早上起晚了。起晚了？那继续回去睡吧，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以后啊，我的课你都可以不用再来了。老师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发誓，以后您的课我绝对不会再逃了。汪兰同学，机会可不是我给你的。喏，这是我的教案，里面呢都有重点，自己拿去复印一份。下堂课后补考，要再考不过，这门课的学分就没有了。啊？不想要啊？我要，谢谢老师。
老师，这还要等多久啊？等着吧，你看这么多人。哦，那我把书先放在这儿，一会儿再过来排队拿。好。哎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跟苗大神一起吗？别提了，今天从图书馆出来呀，本来说要去食堂的，结果半路啊被白龙拉去当壮丁了。到了动漫社，结果又听说女魔头发飙了。哎呀，我这一天磨难的呀，肚子好饿。哎，看在小姐今天这么辛苦的份上，就让小桃来好好犒劳犒劳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天宫商城。这个好。那锅底和菜呢？都在这里面呢。哪里？爽了。太爽了啊！这些肉和菜呀，怎么都捞不完呢？那当然了，天宫商城的东西没点特色怎么卖得出去？哦，那这就是聚宝盆呐！啊，俺要给这个火锅100分。哦，好吃好吃好吃！这个东西啊，这点小事还是能办到的。哎，那个，今天你在图书馆跟苗里怎么样啦？今天啊，还好。好吃好吃好吃。什么味儿啊？好好吃。开门，检查宿舍。这是宿管老师，快收拾。赶紧开门啊！干嘛呢？老师好。怎么这么半天？就是啊，干什么坏事呢？你们知不知道宿舍里不能使用违禁的电器？这么浓的火锅味哪来的？有吗？没有啊。这整个楼道飘的都是火锅味儿。你知道要发生火灾的话有多危险吗？哎，你们也太没有公德心了吧！你们不用藏猫猫了啊！汪兰，你说东西呢？啊，老师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哎，瞧你这满头大汗的，吃得开心吗？对不起，我太辣了，对不起。别吵了，什么手啊？都别闹了。汪兰、小桃，你们这个钱这个月扣分。还有你，苏娇娇，你不是楼长吗？怎么管的？老师，哎呀，行了，赶紧把火锅倒了，开窗通风。哦。哎，你们真行啊！自己闯祸还要别人替你背黑锅，丧气！活该！也不知道是谁告的密，自食砒霜毒老虎。哼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得去复印教案。那个，我先走了。火锅别倒了啊。老师，拍到我了吗？你要印什么？给我吧。啊？不是，我在这里放了本书。完了，不会是谁把我的书拿走了吧？啊！完了！苗大师啊，苗大师，这个时候只能靠你了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。
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10岁不年轻，是一的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